无留，为爱多做起歹笑，年年今宵老忧愁。欢迎我们的蛙贵大大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先掌声鼓励鼓励哦。再稍等一下哦，等一下呢，其他观众朋友进来的过程当中，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雨涵电台的一路打金枝的 CD 专辑咯。生病公主，国内正是怪命，经济又求出身帝王家，老君得应怪害我驸马，照因爸囝高官显将好名声。哼！早你看我前去拜寿。Hello， 欢迎大家呢回到雨涵的广播电台。首先呢，先让我们唱一下呢我们的电台的歌曲，我们的7字调哦。大家进来的朋友呢，也别忘记哦，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帮我们分享出去，支持雨涵的广播电台。首先，先让我们聆听这首7字调，感恩大家。欢迎收听雨涵的电台，准时8点，予恁笑嗨嗨。阮的节目啊是袂凊彩，文化推动恁同齐来。福气不断，福运来，戏剧新闻啊报你知，歌戏团唱啊多自在，戏剧团成又妙啊亲手在。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大家上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
也欢迎我们的 LUP 大大以及我们的忍者，还有我们这个 GEM 大大哈，台湾 Nice Opera。Welcome to 台湾 Nice Opera 雨涵的广播电台哦，没办法，我英文真的不会哦。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 ，Chinese 台湾哈，不是 Chinese 是台湾哦，台湾 Nice Opera 哈。再来呢，欢迎我们的忍者，忍者说呢，今天特别的帅瓜，哈哈，感恩我们的忍者，掌声鼓励。再来呢，为了配合大家营造一个剧院的感觉呢，先欢迎大家呢，先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哦。各位雨涵电台戏的贵宾，在此甲恁提醒哦，请就恁其他会出声的电子产品关静音，但是呢以免你影响你看这个直播节目但是莫袂记的你的手机还唔通关机哦，因为呢你若关机呢就看袂到今仔日暗时的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哦。各位雨涵贵宾戏院的朋友大家好，在此呢提醒你们哦，请将呢其他会出声音的电子产品关静音，以免呢影响你看今晚的直播节目。但是呢你的手机呢别忘记哦，不要关机以免呢今晚看不到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咯。再来呢，我们的 LUP 大大说呢，想听这个都马调，也欢迎呢我们的 NAY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还是说你好，欢迎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哇，今天的穿着不一样等一下呢再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先来播报明天的气象咯。明天呢，台北的降雨几率呢，大概10%到0%左右，所以呢，再次恭喜我们台北的朋友哦。以及呢，台中地区明天的降雨几率大概在20%到10%左右哦，所以台中的朋友、中部的朋友呢，这次要携带一下雨具你的雨伞以及雨衣，还有我们南部的朋友呢，台南的朋友呢，明天的降雨几率大概在10%到0%左右，以及台东的朋友真的很抱歉，台东的朋友呢，最近长期在下雨所以呢，别忘记携带你的雨具哦，明天的降雨几率呢，整天都在20%左右哦，感恩大家。再来呢，也欢迎我们的这个 Family 大大，以及呢我们的 POPC 大大，还有我们这个阿仁爱剪辑哦，欢迎你。以及呢我们的 FFF 大大，哇，这个3-4个 F还有呢，这个 Are You Video 这个是这个影像的导演是不是？Like I am in 这个 Chinese 这个拍摄这个英文我真正看不啦。如果呢有朋友可以帮我翻译的呢，拜托帮我翻译一下再来感恩我们的管理员哦，我们的蛙贵说呢，新进来的朋友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不管是呢来聆听戏曲节目，来聆听明天的天气以及今天的新闻气象哦。再来欢迎大家哦，我们的 GENIN 大大说哇哦哇哦，然后呢忍者跟蛙贵互相打招呼哦，感恩大家。再来呢，观众点播呢，我们歌仔戏的都马调，我们先来唱都马调咯，感恩大家。空之
是山来无势力，并开故意出手来打根基，不免驸马，就是爱我原谅你，你必须爱完成我的条件哦。什么条件？你听看卖。向我行军神的礼，方才是骄蛮不将公保敬，现在是我实力爱压头将类型。罢了，夫妻之间何必将事业争，害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强行逼我将军神礼来拜，我并非条工，将伊使卡死手，是我不介意照做将兵，夫妻才能再可下去。今日成人，这是你的错，本宫有完美可证，你有能奈我何？照片照记下，我拢有照做，让你过爱，连来啰嗦，请你记定，领做行。怎不对你啊？对你来量情，我不量情。这是呢我们歌仔戏的都马调哦，也感恩我们的 LUP 大大的点播哦。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欢迎大家的提问哈。Taiwanese Opera， 其他的英文呢，因为我真的看不懂哈，所以先说声抱歉。也欢迎我们的美玲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哟。再来呢，还有很多的好朋友上来哈，我们的 IVY 大大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新进来的朋友呢，别忘记哦，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帮我们分享出去。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别忘记，不论呢你在做家事的过程当中，甚至呢在陪伴呢这个家人朋友的过程当中呢，都可以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先来穿插一下新闻哦。我们忍者说呢，这个很好。昨天的时候呢，要有吃蛙粿，还加了蒜泥哦。真是对不起哦。蛙粿呢是雨涵电台的管理员啊，他虽然是管理员啊，他也是一种食物这样子啦哈。蛙粿就是因为喜欢吃蛙粿才叫做蛙粿哈，本名不叫做蛙粿，这样你们知道哈。所以呢，他非常欢迎你们呢去吃碗蛙粿，不管呢加点蒜泥啦，还是呢加点辣椒啦，他应该都会蛮推荐你的啦哈。再来呢，抱歉啦哈，其他呢我真的看不懂这个英文字啦哈。我们先来播报一下呢新北五股的新闻咯。新北呢，这个五股的交流道哈，疑似呢发生说呢两车的这个纠纷呐，不知道是呢这个同时呢想要上这个交流道呢，还是怎样子哈？两车吵架呢，居然停在路中间哦，两车的这个驾驶这个司机呢都下车来理论，挡到了后面的汽车的这些驾驶哦。
所以说呢，也不外乎如果你们有什么纠纷，也请呢停在路边你们要去争论呢，或者是要报警都可以，不要停在路中间来争论哦。再来呢，今天有很多有关于我们新北的新闻哦，也是呢我们新北的新闻。这个64岁的余姓男子他喝醉酒，所以说呢，他就打电话叫这个救护车哦。想不到呢，这个酒醉的男子呢，居然这个攻击了这个救护的替代役。什么叫救护的替代役呢？以前有这个警察的是替代役警察啦，那呢现在已经取消掉了，所以呢这些替代役呢，有些呢去消防单位啦，有些去救护单位啦，帮忙的意思而已。但是呢，这些消防的替代役身上呢，并没有任何的装备哦，没有这些密录器啦等等之类的装备，所以说呢，也很容易呢被遭受攻击的时候无法自保。结果呢，这个64岁的这个喝醉酒的男子居然攻击了这个救护的替代役，想不到呢，让他的右耳有这个钝挫伤哦，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安全哦。再来也欢迎我们的冠宇小帅哥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以及欢迎我们的伟成。再来呢，欢迎我们这个丽华大大上来哟。伟成说今天没有空档摆摊，抱歉啊然后呢，哇，这个蜜蜂大他说人活着就好因为呢他会继续跟你讨这些香肠哦。再来呢，感恩我们的丽华丽华说呢，这个新闻报道没错这一段在新闻报道哦，以及呢，这个新树师兄他说呢，替代役算是军人吗？算是啦，因为呢，就是军人的时段他去做这个替代役嘛，所以是这个等于是消防的志工，但是呢，他是替代役的这个工作这样子，这样懂欢迎我们的新树师兄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欢迎大家上来哟，我们继续来播报呢这一则新闻，有关于高雄的新闻。这是呢有关于这个高雄的新闻哦，有一名女子呢，她都会去到店家呢要讨这个折扣的优惠啦，甚至呢要去到饮料店讨这个加料的啦，要免费加料的啦。但是呢这个店家当然无法接受，无法答应呢，他就会大闹哦。据说呢有好几个店家呢都有遇到。那呢，有些店家说为了避免冲突，所以呢也会给他免费多加一点料啦，甚至呢给他一些折扣优惠避免一些冲突这样子。也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大家互相的打招呼咯。再来呢，我们来穿插一下歌曲，我们的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在我们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这个驸马怒气冲冲的回府来到府中呢，来跟这个公主理论。我们先来听听看这首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等一下呢再继续来跟他聊天聊下去哦。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太祖金雕娘红兵，贵府提君王守礼亭，唯独公主不遵行，驸马怒悔莫心行。天老小兵，叫百姓遵
尊神加倍保重礼敬。听说笑我老君殿，我回府找伊讲论好名。哎呀，我红顶山灵惊伊小小红顶。困在道边，遐尼情形，不由归爱讲红回应。这是呢，我们歌仔戏的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哦。为什么穿插这首歌曲呢？因为这个下一个呢，这个新闻媒体呢是有点暴力事件的哦，也顺便呢先来唱这样的莲花铁三郎以及风萧萧，来跟大家讲呢，这个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里面呢，这个驸马呢非常的生气，回到呢这个房间内呢，要跟这个公主来理论哦。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的蜜蜂大大说呢，今天老师穿的衣服好看哇，感恩呢我们的忍者以及呢我们的蜜蜂大大的这样的称赞哦。感恩大家为什么呢？今天呢穿这样的服装看起来比较正式一点呢？原因点是因为礼拜六的时间点呢，我想说去这个 Net 呢给我爸买个这个脖围啦，想说呢这几天这样的天气呢比较冷一点点，不小心就开始逛起我自己的衣服了。第一天我忍住我想说呢，不行，今天呢来买这个脖围的而且呢最近的这个物价上涨我们不要乱买这个衣服啦。后来呢，隔天的时候礼拜日的时候，这个上班的时间点呢，越想越不对劲，不太对啊，我们应该买个几件衣服让这个电台呢换新啦，较袂看起来拢只几束衫尔就对啊。就是说呢，想说换个衣服呢，不要让大家呢每天都看到同样的衣服，所以说呢，我就跑去买衣服了。在这里呢，先跟我自己的荷包呢说声抱歉哦。但是呢，也让你们呢看到呢，哇，这样子新衣服的穿搭。下一则新闻呢，再来是我们这个苗栗头份的新闻哦。在我们这个苗栗头份呢，哇，这个有人呢开车拦车哦，结果呢这两台车呢拦在一起之后呢，居然开始开枪了，造成呢2名的受伤，以及呢这个嫌犯开了6枪之后呢，弃车逃逸，到现在呢还没抓到人。但是警察在这个犯案的车上呢，抓到一把枪。那呢，在怀疑什么呢？其实他应该还有别把枪支，然后呢带着做逃逸哦。所以呢，这是我们苗栗头份的新闻哦。那也蛮厉害的其中一名这个伤者呢，居然呢，自己自行的行走去这个医院哦，哇，还蛮厉害的所以说呢，这个苗栗头份的朋友要注意哦，这是发生在今天早上的新闻有这个嫌犯呢拦车来这个枪击结果呢已经弃车逃逸了，可能呢还有带着一把枪来逃逸。那呢应该是他们原本都有纠纷啦，他们可能上一次呢在喝酒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一些这样的纠纷。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先欢迎我们的小秋。我们小秋说呢，这个老师好，大家好，以及小作的老师同学们好哦。等一下呢，再来跟大家分享呢，这些小作的同学们呢，哇，真的都非常的棒哦。
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上来的朋友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以及呢要记得哦跟我们打声招呼哦。雨涵的广播电台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先让我们来穿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我们的7字连空奏，感恩大家。秋难改，中中心锁水人在，夫妻和爱呀，已经上水七十相守，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以爱军队心行百里呀，实在太爱乱来。我回府何受亲像姑娘，羞愧又愤慨，红红的笑脸无悔做了悲哀，一步迎春山桥我自带，往下成现歹，过牛卖，冤家冤家当阵啊，当心情深渐将生地大，何言论理何以在，何以来拜改。这首呢是我们的7字连空奏嘛，有好听吗？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我们的忍者说老师唱歌就是赞感恩我们的忍者的称赞，感恩你。改天呢慢慢的教你们让你们呢学习会传唱哦。再来呢，我们 YouTube 上的这些短影音有一些呢都有打上字幕了也请大家呢要听这些回放影片来做这个歌仔戏的学习。再来呢，我们的这个燕秋说呢太好听了，拍手，感恩我们的燕秋，感恩你。再来呢，我们这个阿婷，她说呢，老师叫什么？我叫做呢郑雨涵，郑成功的郑，这个宇宙的宇，涵阳的涵也叫做钱蛋雨涵。钱蛋的意思呢，就是舞台上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这个叫做钱蛋哦。感恩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欢迎大家上来，我们继续来播报我们的新闻哦。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别忘记订阅、关注、按赞起来，上来聆听戏曲文化、明天的天气，还有今天的即时新闻喽。
再来呢，我们的这个 BODY 大大说呢，有跟罗杰、阿成或者阿贤合作吗？没有哦，抱歉哦，这一次呢都没有这个合作案哦，感恩您。再来呢，我们的下一出戏哦，今年度会产出来的胆碎壁欢甘陈世美反间，跟我们的明花园天赐戏剧团这个长期配合的洪敬亭编剧呢来做配合，所以呢这一出的胆碎壁欢甘会非常的好看，那也别忘记帮我们支持这一出呢一怒打金枝哦。来播报新北的新闻喽。新北呢常有这个飙车族的这个出现啦，所以说呢警方呢就开始呢来查缉这些飙车族啊，也找到呢这些改车的仓库结果发生一件事情哦，发现了呢这个改造的仓库里面呢有许多的毒品，以及呢这个员工呢还是呢吸食毒品之后呢毒驾来上班的当场被打哟。所以呢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以及呢千万不要做这些毒品不要做吸毒的动作，这是呢我们新北的新闻哦，常有呢这个飙车族的出现。那呢警方查控到了，发现呢这个仓库里面呢有许多的这些毒品哦。也欢迎我们的小秋，小秋说呢前旦郑雨涵，感恩我们的小秋。也欢迎我们的一凯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哇，也一样姓郑欢迎我们的郑一凯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继续来聆听今天的新闻内容咯，感恩大家。再来呢最近有很多朋友呢跑去打这个瘦瘦针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瘦瘦针这个猛健乐呢？但是呢其实你施打这种东西呢，其实常会出现呢这个脸部凹陷的问题啦，以及呢这个皱纹呢会发生出来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它会有这个胶原蛋白的流失，以及呢这个脂肪就会慢慢的萎缩哦。所以说呢其实这个瘦瘦针呢，你说好与坏见仁见智啦。也有很多人呢为了这个施打这个瘦瘦针呢，反而这个皮呢都要撩配配啦。这个就是说呢，这个皱纹呢出现之后呢，跑去做这个拉提的动作，哇，这样子呢，你的花费会很伤哦。所以呢，有朋友跑去用这样的瘦瘦针之后呢，又跑去做这个拉皮听说呢，最近这个拉提的这个动刀的多达呢这个70%以上哦，这个70%的人流开始促进了所以呢这个瘦瘦针也都要注意安全咯。新北市这么坏啊？对，今天好几则新闻呢，等一下还有好几则新闻呢，都有关于新北的当然呢，我们来穿插一下歌曲。等一下呢，要来呢，来聊一下今天的主题内容。开朗是能够培养的哦，也有关于呢我们蜜蜂大大刚好这几天呢在问说老师你有没有呢这样的倦怠期？他说呢他画画以及呢拍这些vlog 呢都会有一些这个倦怠都会想要摊平。等一下呢来跟大家聊聊哦，刚好呢这样的主题是在我这个上礼拜呢原本就想要播出的，只是说呢一直有新的主题进来啦，所以说呢就一直延后又刚好我们这个蜜蜂大大问到，所以呢今天就来把它穿插出来哦。这个小秋说呢听说打瘦瘦针呢后还是会复胖的更快，没有错
因为呢，打这个瘦瘦针其实呢只是这一段时间如果你要做这个真的要瘦身，也可以做这个胃绕道手术，以及呢要配合去运动这个胃绕道手术呢，把你的胃缩小，这样子呢比较不会一直在做这个复发的动作，所以呢还是比较划算打没有比较划算因为打完之后呢，你还是要拉皮的再来呢，我们来唱歌我们的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感恩大家。再来呢，我们的这个忍者说庆记不是都在台中吗？怎么换这个新北这么强了人家说这个后浪推前浪嘛，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该调瓦呆的时代了来，我们来听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分阳光报七十相守，心不快些无理由，归爱多做去歹笑，连连今宵老忧愁。quân núi hong ca chiến kim đi thơ bi hong hong biên kín đi cả ý quê anh kia liền đi心经两道相互归，金端八宝心相拼，桃地红冠边水，天平乐观，天报应，我嘅悲在不但我嘛已回顾。这首呢是我们的花娇艳以及良夜之歌在我们一路打精致的 CD 专辑里面呢，这个公主就犹如我们现代所说的这个公主病什么东西呢都要你端到她面前，什么东西呢都要叫你服从那呢这个就是公主病然后呢她出来唱歌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转音以及起起落落她一下子高一下子低因为呢也要表现出这个公主呢非常野蛮的个性，非常野蛮个性的对了再来呢，欢迎大家上来哟，也欢迎我们的蓉蓉。蓉蓉说呢，很会转音，感恩我们的蓉蓉。再来呢，也感恩呢，我们的蜜蜂大大说好听而且他说怎么越听越饿你是没吃饭你是没有吃晚餐是不是？如果还没吃晚餐的朋友呢，欢迎一边吃晚餐一边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
不论呢你在做家事的过程当中，在这个陪伴家人朋友的过程当中呢，都可以一边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哦。主播没有很帅啊，所以说呢可以一边聆听呢一边做你的事情再来呢，也感恩呢我们的丽华说好听好听，感恩我们的丽华长期的支持，非常感恩丽华哦。丽华呢长期给我们雨涵电台的支持哦，也就是给我前淡雨涵的这样子的鼓励支持，给我一些动力哦。也再次感恩我们的丽华，和你一起来探钱怕破声。再来也感恩我们的小秋，小秋说呢，就是喜欢听老师唱歌仔戏，感恩我们的小秋，就你的一天顶你精彩，三万吉地数时无灾，我和灵文陆陆大顺，七彩报喜八仙甜秀，九阳灵文实战实比大团圆。再来呢，来聊聊今天的主题内容咯。今天的主题内容呢，叫做开朗是可以培养的吼。有很多朋友说呢，这个前淡雨涵吼，你怎么这么有力道吼来做这些执行力的事情吼？今天讲，明天就做到啊？你是怎么做到的吼？其实呢，开朗这件事情呢，前几次有跟大家讲吼，你如果强迫自己微笑。其实呢，脑中呢也会分泌这个多巴胺，让你开心哦。那呢，其实一个人呢可以分成2个自我。什么叫做2个自我呢？第一个呢叫做这个呢，在我们自己的内心里面呢有个理性。那呢，其实呢到这外面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表现出一个感性的时候呢，我犹如呢。我是演员嘛，所以我用舞台上来形容，那呢让你们比较好理解一点点啦哈。就是呢，在舞台上的时候呢，虽然我的内心呢是非常理性的，但是呢，我外表呢可以做一些哭戏啦，可以做一些笑亏戏啦，这个笑的戏啦。那呢分成2个自我，那呢也就是说呢，这个我表面在笑，表面在哭呢，但是呢，我的内心要很理性的知道说呢，我在做什么事情。那回到家的时候呢，更要呢有一个时间点不管是我们1个礼拜内来一次，甚至呢1个月呢来一次呢的自我检讨的时候哦，就是说呢，我要所想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情呢？会让我不开心啊！不开心的原因点又是在于什么哦？就像呢，我问这个蜜蜂大大他说呢，拍这个 vlog 啦，然后呢，以及呢这个来做这个画图、做这个绘画呢，他会有这个倦怠期来问我说呢，为什么老师呢你都没有这个倦怠期呢？其实老师是有倦怠期的啦，只是说呢，你在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像他说呢，他是要分享生活，但是呢，我在想分享生活，你可能呢会想要有人看，对不对？甚至说呢，分享这些生活呢，你想要得到什么的目的性质呢？甚至呢，你的娱乐性质呢？另外一点也要自己去找到呢自己的休闲娱乐，以及呢自己的兴趣是什么。休闲娱乐呢是这个这个比如说我打个电动是一个娱乐啦，甚至呢就像我出去看一个这个歌仔戏是个娱乐。那呢平常时候你的兴趣是什么？比如说呢勾个毛线是个兴趣啊，或者说呢你这个兴趣呢可以跟呢我们的工作呢可以跟赚钱来做结合，这又不一样咯。就像呢前几集为什么跟大家讲到呢这个雨涵电台是以这个歌仔戏传唱作为目的呢？
有了这些呢，你们这些观众的支持哦，你看哦，这些订阅人数呢，以及按赞的人数呢，越来越多。但是呢，为什么我不要求呢？大家来打赏啦，以及呢，我虽然还没有到这个可以开这个会员频道哈，但是呢，为什么我不去追求这个会员频道呢？因为呢，我是以这个歌仔戏传唱为目的嘛。当然呢，可以赚一些钱进来，是多少的补贴，但是呢，这不是我主要的主旨。所以说呢，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呢要知道呢目的性是什么。也可以呢，你白天有一份工作，但是呢晚上有自己的兴趣。就有如说呢，白天呢我有一份这个可能办公室的工作。但是呢，晚上呢，去跳个这个有氧啦，或者是呢，去练个瑜伽啦，去唱个歌仔戏啦，甚至呢，去练个这个太平歌啦，是我的兴趣，是个休闲。那呢，你生活呢，就会自然而然的就会很开朗哦。以及呢，我们每天这个直播的电台呢，最后是不是都会有感恩的3件事情呢？如果呢感恩完3件事情呢，你还觉得不够的朋友也都可以呢自我再检讨3件事情哦。比如说呢，今天我做了什么事情，我觉得不够好的，可以自我检讨。那么，又或者说呢，今天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呢当中我并没有错，可能是对方的错。但是我常常说，这个要公开的表扬，私下再来批评，再来评判哦。什么叫做公开表扬，然后私下的再来评判呢？等一下呢，再跟大家继续来讲下去不然我怕我一直讲呢，你们可能会想睡觉可能会越听越爱困，那就对了再来也感恩呢，我们伟成刚才有这个鼓掌有拍手先感恩我们的伟成哦。以及呢，我们的伟成说呢，在亚东医院呢等这个批假这个领药时间，你也要来个碗粿10碗，然后呢甜的咸的各半这样子感恩我们的伟成哦。那呢在外要注意安全，也注意保暖，因为呢南部有变热一点点，但是北部还是要注意一下保暖哦。再来呢，我们的蜜蜂大大说呢，小害羞，我只是新人然后呢，这个不会抱怨的，你放心好了互相的分享呢，也让我们呢多一点的主题内容哦。所以说呢，如果你们有想要听什么样的主题内容，都欢迎大家呢提问，都是没有问题的。不论呢在我们的赖群组里面，甚至呢在线上直播线上都可以提问哦，这是没问题的我们底下的资讯栏连结呢，有雨涵电台的这个赖群组的连结。里面呢，大家都非常的欢乐哦。那呢，我们直播的时候也都会提醒大家，所以呢，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以及呢，我们的丽华说呢，很有特色的直播，感恩我们的丽华。等一下再来讲说呢，为什么要这个公开的表扬，私下的批评，以及呢，我的兴趣原本不是看书，那呢，我又如何呢，让自己来看书这一件事情呢？我们先来唱一下呢，我们歌仔戏传统的7字调。等一下呢，再继续来跟大家聊下去哦。我们先来听个7字调，感恩大家。心强白白呀走三关，该我所以会中原。放下西凉是无人管，一心只想不传。
魂的大那，百姓为帮朋友啊，会不会亏？但来撒给啊，来当了罪。灰心啊，会交亏。这是呢，我们歌仔戏传统的七字调哦。给大家呢穿插一下歌曲哈，才不会呢大家呢会想睡觉哈。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的蜜蜂大大说呢，这个哈，老师呢怎么保持呢美丽的状态哈？啊，你是说心理美丽，还是这个脸部美丽呢？我没有在保养哦，所以说呢，可能只有这个心理的美丽啦。啊，如果说呢这个脸部呢，我从不擦这个保养品的哈。再来呢，也感恩我们的美玲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以及呢给我们呢一个掌声鼓励，感恩我们的美玲。哇，美玲呢长期给我们这样的支持哦，以及鼓励呢，送你2个亲吻哈。感恩我们的美玲，以及呢我们的这个伟成说哈。等等有空呢，真的要去吃到，再跟你报告哈，没问题。感恩我们的伟成哦，记得要去吃饭哦，吃饭很重要哦哈。也感恩你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哈，要记得呢去吃个蛙粿这样子啊。吃蛙粿的非比蛙粿哈。再来感恩我们的小秋的这样子拍手鼓掌，以及呢这个伟成哈说呢，连听不懂台语的呢都说好哦，真是太棒了，感恩我们的伟成。虽然呢我们的蜜蜂大大听不懂台语呢，但是呢他说呢，之前呢听徐佳莹呢喜欢上这首歌曲，偶尔刷到呢但是我觉得呢老师呢觉得这个也很赞哦，感恩我们的蜜蜂大大。以及呢我们的蜜蜂大大说都美丽啦，感恩你不嫌弃哦。老师是没有在擦保养品的所以是跟你说声抱歉，我只能呢分享这个心情的美丽哈。先欢迎我们这个韩文的好朋友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哇，也欢迎我们的琼生哦！哇，好漂亮的名字哦！这个廖琼之老师的琼，这个人生的生哈，欢迎我们的琼生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也给我们的新朋友一个欢呼声哦，感恩大家。再来呢，我们要来拉回主轴了哈。什么叫做公开表扬，以及私下再来评判做批评呢？以及呢，我如何呢来培养这个看书的这样的能力呢？先欢迎大家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哦，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感恩大家进来哟。什么叫做呢？这个公开表扬，私下再来批评，再来批判呢？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公开的场合我们要表扬人家，要说呢，哇，这个人呢做得好的地方，也要跟他说个称赞的话语。那呢，私下再来做评判也就是说呢，这个私底下呢，我们几个人呢，比如说2、3个人的聚会呢，再来说呢，我不喜欢这个人的什么点啊，我不喜欢那个人的什么点啊，再来做这个评判，不要在这个公开场合呢做这个评判哦。如果说呢，你在这个公开场合要做这个评判呢，也记得呢不要指名道姓哦。
就如同说呢，前几集你们可能有听到说呢，类似像这样好友访电台的节目啦，然后呢，他来给我唱这个低八害我整个都傻眼了。但是呢，我当下呢，我也不会去评判，只是说呢，这个2则的影片呢被我下架了啦，因为呢，这个我觉得呢，不合适。我们居然呢，要来这样子传唱这样的歌仔戏我们要让这样子正统、好听的高八度的这样子的歌仔戏曲调呢，来把它放送出来啊。所以说呢，可能会发现有2集的这样的直播节目呢被我下架跟大家说讲一下。再来呢，我如何呢培养这个看书的能力，以及呢为什么呢可以保养呢每天呢这样子开朗的心情以及美丽的心情呢？再来呢，跟大家来聊聊我如何呢要做到呢这个时常呢要来看书这件事情因为呢常常要来做直播，所以呢我们都要给自己呢一些功课、一些内容。不管呢是这个周末我们是不是在这个群组里面呢有放送这个商周的报道，来报道呢这个 OK 超商，以及呢远洋渔业，还有呢这个三洋车业这样的延伸影片，他们这3个企业呢有什么相关联的影片呢？以及呢我周末终于有空呢可以看点书啦，逼自己呢来看书，来让自己知道这些的书籍内容，才有办法呢上线来跟大家聊聊天再来呢，刚才跟大家讲到呢2个自我，以及呢公开表扬，以及呢私下再来做评判，再来做批评。也就是说呢，其实呢你当下发现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当下不去做评论，到家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认真思考这件事情为什么呢会让我们难过，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让我们生气，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让我们开心，为什么这件事情呢会让我们心里呢五味杂陈。然后呢分析完之后呢，我们再来做这个朋友我应该交吗？这个朋友呢我不应该交呢？还是呢我什么事情应该要做这样子呢每天都可以很开心。那呢要封杀一个人，不要呢在公开的场合，以及呢你不要就直接告诉他说我们就不做朋友了，就不要像是呢这个男女朋友要分手的时候一样说我们就分手吧，这样子很直白的要封杀呢，我们就默默的封杀就好，就不要呢，公开的说我们就不要来这个接触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叫做公开的表扬，私下的再来做评判。这个评判呢，就是代表着我们自我呢自己有这样子的判断能力这样大家知道吗？也欢迎我们的书音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呢也欢迎我们的小秋小秋说呢，哇，原来呢老师也喜欢看书啊 ，Me too， 偶尔喜欢看书啦，但是我告诉你，基本上我是没有时间的为什么呢？因为要拍这个直播节目要上班，要去日照中心做推广，假日呢要拍这些短影音以及 podcast 的节目，还有呢要备课要知道说呢这个日照中心呢要上什么课程。所以说呢虽然想看，我也买了很多本书，但是呢没有机会可以看等一下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一些书籍的内容。等我拿个书，我们先听个伴奏带。也欢迎呢我们的伟成帮我推广一下我们伟成说呢，新来的朋友呢，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分享出去，感恩大家。蜜蜂大大说呢，也要记得呢加入我们的群组感恩大家进来雨涵的广播电台。
欢迎大家进来哦。那呢，稍等我一下，我拿一本书籍，等一下呢来跟你们做分享咯。来，既然呢，刚刚呢有讲到这一些的资讯，我们先来分享一下这一本书籍叫做呢独立不等于呢跟这个爱情呢势不两立哦。这个独立呢不等于跟爱情势不两立这一本书籍我看前面而已啦，但是呢我觉得它蛮好看的它是呢在讲一些这个社会以及呢这些女生的这个心思啦。他来说呢，我们以前呢常常会说这个女生呢赶快找一些呢这个有钱的男生呐，以及呢可以养你的男生呐。嫁进去呢你就不愁吃穿了，对不对？以前是不是常常听到这样的话语呢？但是呢，你知道吗？你这样子呢，就失去你自己的自由，以及呢，你养不起自己，还有呢，你会失去掉很多很多的东西哦。这是这本书籍里面呢，在写着说社会给我们这个不管是男生的刻板印象，或者是呢女生的刻板印象。还有呢，很多很多的事情哦。那跟大家分享这一本书籍，叫做呢，独立不等于跟爱情势不两立。那欢迎大家呢，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呢到书局去找这本书籍，甚至呢到图书馆去找这本书籍哦。感恩大家。再来呢，我也有看到蜜蜂大大说这个寒假呢就可以看书了因为呢这个过年这个新年就可以放假了但是呢这个钱蛋雨涵呢已经出社会了没有寒假这件事情。这个过年呢，我一样在超市业呢要上班，那呢，这个所以说呢，这个过年时段会休息个几天我们雨涵电台会放假个几天，因为呢，这个过年我应该只有放2天的时段啊，所以说呢，让我2天先放假一下下了所以呢，跟大家报告一下，过年时段呢，我们会休息哦。那也别忘记先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穿插一下歌曲，等一下呢，再来跟大家讲我们这个新年好话4句联。来，我们来听个7字联、7字摇板跟我们的带7字一，感恩大家。公主做事理不明，言说予人心头痒。动手假死要医生病，待好人后心不惊。驸马小心，不将你。为爹娘放车里，红红红笔冲了去，军队去领来才开。大嘴红官来笑气。派爸爸金寿里，驸马无讲找情义，并讲人听义。这是呢我们的7字联、7字摇板。
跟我们的带妻之一哦，也就是呢，我们一路打金枝 CD 专辑里面呢，这个驸马请这个公主呢，假这个地顺插巴西之后呢，的这个妻子莲、妻子摇板跟我们的带妻之一哦，也感恩我们的丽华说呢，辛苦了，不会辛苦了，我们呢都是为了这个生活而努力赚钱哦。尤其呢，最近这个物价上涨你们也知道这个生活非常的不容易。人家说呢，这个有钱不是这个一定要的啦但是呢没有钱呢万万不能，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蜜蜂大大说呢又缺氧了再来呢，这个对，只有2天的休假再来呢，我们这个蜜蜂大大说呢，不是有2个礼拜吗？没有再来呢，这个小秋说呢，听了你的这个直播呢，长知识又快乐，雨涵老师很用心的，感恩我们的小秋，感恩你。真的是这个很用心的呢来做这个直播节目哦，也感恩呢我们萤火虫的小作所，以及呢这个惠山基金会啦，我们的大丰日照，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惠山的日照，还有呢这个常见照顾协会，我们的鼓山区这一些呢这个日照中心以及小作所的支持哦。我们今天的节目隔天呢，就是明天的早上呢，这个萤火虫小作呢就会来听回放节目所以呢，也就是我们的收视保证啦也感恩我们的萤火虫小作这些小朋友哦，常上来聆听雨涵广播电台，常上来聆听呢钱蛋雨涵的直播节目。那呢，我们2月份再见哦，感恩我们的萤火虫小作所。再来我们的蜜蜂大大说这个都会缺氧哦，是不是呢？该买个这个氧气瓶来送你呢？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来，我们来教一下呢这个新年好话4句联哦。等我呢去复制一下这个新年好话4句联的片段。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哦。雨涵的广播电台每周一呢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不论呢来聆听呢这个戏曲的文化，甚至呢明天的即时新闻，还有呢今天的即时新闻，还有明天的天气抱歉讲反了再来，我们先来呢来念一下这个新春好话4句联，来念给大家哦，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家博营很忙这个一边来复制文字呢，一边呢来这个一边来讲话再来呢，有观众朋友在反映说如果唱段的时候有字幕更好了我也希望有了但是呢，因为呢主播这里呢没有这个导播机，所以呢没办法打字幕上来所以说呢，我也在想说是不是来一个这个投影的字幕看是打在这个墙上啦等等之类的。我也还在设想这个问题，那就有待于呢这个我再来思考这件事情如何操作先欢迎我们的这个小蘑菇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以及呢他说先按个赞，感恩我们的皮筋呢小蘑菇。再来呢，你会看到呢这个新年好话4句联，年年春，年年虎，年年赚大钱买轿车，买土地再起新的老瓦厝，脚踏实行东西赚钱无人知，行人北赚钱阮达达，脚踏实地财源满厝地，脚踏落土财源天满地。上面合作年年春年年虎也就是说呢，我这个年年呢都有剩余的钱年年春都有剩下来的钱，年年虎呢就是说呢，年年都很富有一年呢比一年呢还要有钱
你赚大钱，你会想说呢，我前面都有存钱了啊，前面也有说呢，一年比一年还要有钱，为什么还要你赚大钱因为呢，如果有更大笔的钱财呢进来，是不是更好呢？所以说呢，你村你户你赚大钱，买轿车买土地，再起新的老瓦厝。为什么要买轿车以前的年代呢，要买这个轿车非常的不容易。现在一台这个轿车也要70-80万，对不对？甚至上百万的都有。那呢，你看要买一台轿车已经很不容易了，要再买一个土地更不容易。然后呢，买完土地之后呢，要再建新的房子呢更不容易。为什么呢？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要写这个再起新的老瓦厝。老瓦厝的意思呢，就是呢，以前这个叫做透天厝啦，就是独栋的意思。但是呢，现在呢，很少人在买独栋了，对不对？现在呢，我们都买这个这个大楼里面微微的一层啊，一小间啊。所以说呢，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说呢，这个老瓦厝这个词呢，要请大家呢传下去这个是独栋的意思啦所以呢，这个你村你户你赚大钱，买轿车买土地，再起新的老瓦厝，行东西赚钱无人知，行人北赚钱阮达达。为什么这个赚钱不要给别人知道呢？第一呢，是怕别人来跟你借钱呐。第二呢，是说呢，这个如果给别人知道，我们说钱不露白，对不对？如果露白呢，很容易都会有这个偷啦、抢啦、拐啦、骗啦。所以说呢，行东西赚钱无人知，行人北赚钱稳达达。稳达达的意思就是说呢，赚进来的钱都非常的稳，不会呢像这个流水一样流出去这样子，非常稳的钱。再来呢，卡打是地财源满厝地，卡打落土财源天满地。为什么呢？这个卡打是地财源满厝地，你们要说想以前的年代呢，外面不像现在有这个柏油路啦，有这个点啊嘎啦。跟你们讲个笑话上次呢，这个我去这个小作所的时候我说这个点啊嘎国语到底叫什么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无法翻出来什么叫做点啊嘎啦。所以说呢，叫做柏油路啦。感恩我们这些小朋友我这个台语呢，我会讲台语，但是呢，要叫我翻国语这是一件有点困难的事情。所以呢，感恩我们萤火虫小作所的小朋友帮我翻译叫做呢这个柏油路没错。这个呢，以前呢这个外面没有这个柏油路，都是土啦都是这个大水沟啦、大水沟啦，所以呢，这个卡打是地财源满厝地现在呢，你所想家里的一小块瓷砖，如果挖起来呢，里面都是黄金该有多好这个时候呢，里面呢，如果挖起来都是黄金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记得打我的电话给我，告诉我说呢，你家挖到黄金，让我呢一起来分享一下下啦所以呢，卡打是地财源满厝地，卡打落土财源天满地。我们刚才所讲一小块挖起来都是黄金，已经不错了这个财源天满地的意思就是说呢，哇，这个财源一直进来，填满了家里，不管是呢这个家具也用这个黄金做的啦，椅子也用黄金做的啦，这个地板呢也用这个黄金做的。哇，这个我们说捆梦捆败乒乓啦，这个有梦是最美的所以说呢，如果说呢这些新年好话可以成真的话呢，也是不错的再来
来呢，也欢迎大家上来哦。先感恩我们的小蘑菇，以及呢我们的这个小秋说太厉害了，也太忙了，没错，要一下子要滑这个控盘啊，一下子要用这个控盘哈，一下子要用电脑，一下子呢你会看我这个在唱歌的时候呢，我现在已经训练到哈，一边唱歌间奏的时候有办法来喝饮料哦。再来呢，一边呢要看平板的资讯，以及呢复制文字上来哈，有点小忙，但是呢，乐在其中，非常的开心。也欢迎我们的这个陈晨芬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呢，我们的伟成说呢，淑芬姐好，今天没有开摊哦，下次呢再跟你分享碰饼了哈。我们伟成说呢，要小心露白哈，就会有这个偷拐抢骗哦，没错，所以说呢，钱不露白哈，要注意哦。以及呢，我们的蜜蜂大大哈已经撑不下去了，他已经跟大家说晚安了哈，感恩我们的蜜蜂大大哦。但是呢，蜜蜂好像不会冬眠呢。再来呢，也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可以。哦，没问题哦，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啊，你们底下就私下先聊一下哈，感恩大家。再来呢，来跟大家分享呢，一样是今天的即时新闻哦。我们疫情之后呢，你是否呢还会带着这个随身瓶的酒精出门来吃饭呢？有这个民众呢，去吃这个石头火锅哈，一样还带着个酒精随身的喷瓶。当然呢，这个店家就好意的提醒，因为呢，等一下要这个当场来点火啦，要来做这个石头火锅哈，所以说呢，请你呢把这个酒精喷瓶呢先收起来，以免呢发生危险。结果呢，这个民众跟这个业者来爆发口角哦，请大家呢要注意哦。不论呢是在家中，甚至呢出门在外这个酒精啊，甚至呢会点燃的物品记得不要放在这个明火的附近哦，感恩大家。再来呢，一样是我们新北的新闻哦。新北有一个男子呢，他在这个床头放这个行动电源，而且呢是在这个静止的状态下，也没有呢在充电，也没有呢在这个跟手机来做连接的时候呢，自动的爆炸以及呢燃烧起来哦。那呢，这个是神脑这个出的一个这个行动电源。他说呢，其实呢，早在这个4年前有一批呢在做这样的回收召回这个动作，但是呢，可能呢，这个公布的呢不够广大，所以说呢也会呢扩大的呢来做宣导哦。这一批的行动电源呢要来做这个召回哦，因为呢有问题，那呢请大家呢要注意一下安全。也还好呢，这一名男子他没有呢在这个床头柜的附近，他在这个客厅看电视啦，非常非常的危险。没错，所以说呢，你看这个行动电源呐，虽然说呢，对我们是这个生活呢，有利的部分，但是呢，其实也是有凶的部分也就是说呢，也是有危险的也感恩呢我们的蚂蚁大大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以及呢，我们的这个丽华，我们丽华说恐怖的事没错，所以说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这样子的这个这样的行动电源是有危险的哦。然后呢，蚂蚁大大说谁叫我？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哦，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
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所以说呢，也欢迎大家呢上来聆听戏曲的小知识，以及呢明天的天气预报，还有今天的即时新闻。明天北部的天气呢，大概在10%到0%左右，所以呢，先恭喜我们北部的朋友哦。但是呢，这个中部以及东部的朋友要记得呢，携带一下雨具，不管是你的雨伞或是便利雨衣要记得呢来携带一下下哦。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的蛙贵说呢，新进来的朋友呢，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感恩我们的蛙贵管理员。再来呢，我们的伟成说这个随口说蚂蚁呢，就真的有这个蚂蚁大大上来哦。也感恩呢，我们的小秋呢，跟我们的蚂蚁先生小姐呢，来打声招呼哦。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来穿插一首歌曲，叫做我们的怒骂调。等一下呢，再来继续跟大家聊下去，再来跟大家继续来播报新闻哦。我们先来听怒骂调。心中当剑花为爱，哪敢当秋一挂麦？雄兵做事小摇摆，定标道路兵力上地改。带动扬州万金之库，抓领阿头来领数。当着我是拍紧赛裤，另面相片，无通存救。这是呢，我们歌仔戏的电视歌仔戏曲调哦。什么叫电视歌仔戏曲调呢？就是早期的叶青啦、杨丽花啦、黄香莲呢，特别呢为了这个电视的歌仔戏呢来制作的曲调，叫做电视歌仔戏曲调的怒骂调。感恩大家的聆听。等一下呢，继续来播报新闻哦，也欢迎我们的 GEOKS 大大，以及呢我们的蚂蚁大大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小秋说呢，好听好听，拍一手。再来呢，我们的蚂蚁大大说呢，第一次来，原来呢这里也有蜜蜂哦。没错哦，蜜蜂呢是一个很会绘画的这个插画家哦，所以说呢，我们上一次呢这个元旦的节目的背景图，这个绘画的图片呢，也就是由我们蜜蜂大大所绘画的哦。也欢迎我们的蚂蚁大大等一下有空呢去聆听一下呢这个元旦的特别节目2026年的第1集，这个呢一怒打金枝的全本戏这个一个人呢来献唱给大家听哦。感恩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伟成说呢，蚂蚁呢一定要留住哦，这里有蜜蜂，没错。也感恩呢我们的蛙龟的留言，蛙龟说对哦，有蜜蜂，感恩大家。伟成说呢，新进来的朋友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分享起来。也欢迎我们的怨灵呢，终于到家了一样呢，在这个频道吗？可以听吗？没错哦，所以说呢，你等一下去点进去频道里面呢，有很多的影片，先帮我们订阅起来。那呢，等一下呢，去听回放影片这个元旦的特别节目《一怒打金枝》CD 专辑呢，个人献唱2次感恩你，感恩哦。然后也欢迎我们的怨灵，我们继续来播报新闻。再来
来呢，你们有没有呢？养这个宠物的经验呢？不论呢，你养这个猫啦，养这个狗啦，甚至呢，有一些比较奇特的养这个蚂蚁啦，养蜘蛛啦，养蛇啦，甚至呢，养老鼠啦，养蜥蜴的朋友呢，别忘记哦，这个如果你不养的时候呢，这个送养给别人，甚至呢，把它拿到这个宠物店不要想说呢，把它放生哦。放生呢，不代表人道哦，是不一样的因为呢，你放生呢，有时候会害这个动物呢无法的生存，甚至说呢，就像我们早期这个福寿螺是外来种，对不对？这个福寿螺进来之后呢，这些农夫真的是非常的可怜哦。所以说呢，也请大家如果你有养什么宠物啊，如果不养的呢，请送给别人，送养给别人，甚至呢，这个送到这个宠物店不要任意的来放生哦。再来呢，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无论呢在播报我们的新闻，以及呢这个明天的天气，还有呢这个戏曲的小知识，都欢迎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再来播报一样新北的新闻哦。新北呢，有一名男子呢，拿着这个镰刀呢，在路上呢挥刀，以及呢随机的来拦车呢来做攻击的事件哦。所以说呢，各个驾驶当然都倒退路啦，都赶快呢来逃跑哦。一样是我们新北的新闻，下一则新闻还是这个新北的新闻哦。下一则新闻呢，一样是我们新北的新闻，有这个毒驾的男子呢，这个拒捕就开始逃逸啦，逃了这个3公里哦，以及呢冲撞了这个警车，想不到呢酿成这个5名警员的受伤哦，这是我们毒驾的部分。所以说呢，不管是我们北部的朋友啦，中部的朋友，南部的朋友，东部的朋友，全台的朋友呢，都要注意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无论呢你是走路出门，骑脚踏车出门，甚至呢骑机车出门都要注意一下安全。因为呢现在改装车的啦，毒驾的啦，酒驾的人非常的多，也请大家注意安全哦。再来呢，一样我们有这个小朋友的家长呢，都会带这个小朋友去这个公园来做运动啦，来跑跳啦，来玩这些游乐设施，对不对？台东的这个运动公园呢，暗藏危机哦。听说呢，有这个铁线来刺伤这些小朋友，所以说呢，大家呢也都要注意一下。如果呢带着小朋友去公园呢来玩耍的时候呢，注意跟在旁边，不要呢随便的就是放他一个人来玩啦。因为呢现在的时代也不一样了，有很多的攻击事件，甚至呢偷抱小朋友的也都要这个注意一下哦。欢迎我们的新佳慧，对不对？欢迎您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别忘记哦，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每周一呢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都会有新闻内容哦。所以说呢，提醒一下大家不论你在这个全台的朋友，一样都要注意安全。甚至出国的朋友也是要注意安全哦。再来播报一则呢，我们台湾人去到南韩去旅游，想不到呢居然拦不到计程车的新闻哦。这个呢，我们台湾人呢去到这个南韩去旅游哦，想不到呢拦不到这个计程车，好不容易呢透过这个当地的朋友来拦到计程车之后呢，这个计程车居然喊价呢要15万的这个韩元，也就是呢折合台币要3200元这么贵的费用。以及呢，这个朋友呢又不小心把他的这个手机呢忘在车上，
然后呢，这个联络这个计程车的驾驶呢，想不到两个人呢闹到这个警局最后和解呢，又拿了这个10万的韩元，也就是呢折合台币呢2100元才拿回他的手机所以呢，他这一趟做的这个5300元的费用不止这个搭车，还拿回手机所以说呢，这个不论呢在台湾，甚至呢你这个出国都要呢注意安全真的要注意一下安全啦然后呢，我刚才看到蛙贵删除了一则留言，但是我刚才没有看到这个是谁留言的，跟什么留言可能我们的蛙贵小帮手。欢迎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等一下，下一则新闻呢有关于云林的新闻我们来穿插一下歌曲，我们的七字连空奏。但是呢，要等我喝口水因为七字连空奏呢比较费力一点点。等我喝口水呢，我们呢来听一下这首七字连空奏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的蜜蜂大大说呢，为什么复活了？也太厉害了吧！再来呢，我们的伟成说呢，蛙贵太猛了，速度之快感恩我们的蛙贵管理员以及呢蛙贵真的对我们雨涵电台呢非常的尽忠职守从第41集开始收听到呢做这个管理员都非常的感恩他，以及呢他也推荐他的爸爸妈妈来收听感恩大家。所以说呢，回家的时候推荐给各位的好朋友以及家人朋友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现在来唱这首七字连空奏。秋难改，中心所随人在，夫妻海呀，已经上水七十双手，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以爱君对心。也拜礼实在太爱乱来，我回何受亲像姑娘，羞愧又分开。红地笑脸，我无悔做点悲哀，一步经春山骄傲自带，往下成现爱过牛排。冤家当尊啊，江心抓住彩，情深渐将兄弟带，何言论理何以在？何以来拜改？这首呢是我们歌仔戏的七字连空奏。
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哟。我们的 DIN 大大说呢，救命啊！你是要救什么命呢？再来想到我们的蛙柜你们知道吗？在我们这个萤火虫的小作我们的小云这个这个叫做赵福源，是不是？他呢这个呢，非常的厉害他知道呢，这个小秋呢，他那一天跟我去所以他知道呢，马上知道说这个小秋，以及呢，也知道说呢，我们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有这个蛙柜的管理员也感恩我们这个萤火虫的小作所以说你知道吗？这个蛙柜是非常的有名的也感恩大家呢，我们的小秋说呢，好听拍手，百听不厌的歌仔戏，感恩一下哦。再来呢，我们的 DINO 这个大大说呢，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歌仔戏我唱这个钱旦的角色，所以说呢，要用这样的方式呢来唱歌仔戏以及呢要用这样的方式呢来跟大家来讲话，这样子我们的丽华说地震，哪里发生地震呢？来跟我们这个做说明一下下还好吗？线上的朋友，不论你在这个北部的朋友、东部的朋友，还是我们中南部的朋友，听说有地震啊大家呢注意一下安全哦。有几次哼哼过调，口音呢很像你现在的口音感恩我们这个韩国的大大他说呢，这个有几次这样子哼哼唱唱呢，有很像我的口音原来生前呢前身是我们这个台湾人，感恩我们韩国的大大。这个刚刚有发生地震啊，我们这个呢，这个丽华大大是在哪里的朋友呢？要注意一下安全哦，感恩一下，然后呢，也提供一下给我们一些资讯，然后我们线上的好朋友知道一下哦。平时生活也这样子讲话吗？不一定要看我是教课的时候，还是广播电台的时候，还是平常上班的时候我有3种方式，那呢，也不知道呢，大家喜欢哪种方式？那呢，欢迎大家上来的朋友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哟。也感恩呢，我们的伟成大大说请这个主播说明一下哦，感恩。钱旦的意思呢，也就是呢，在舞台上由男生去扮演女生角色，这个叫做钱旦欢迎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那呢，不论来听今天的即时新闻，以及戏曲的小知识，还有呢明天的天气预报，再来我们来播报一下云林的新闻咯。云林呢有一名男子他载着他们妈妈，然后呢要出门买这个薯条的时候他下车，结果呢忘记拉这个手刹车他就跑去买薯条了，结果呢他的车子呢冲撞到这个前面的彩券行还好呢只有撞到这个彩券行的电视损毁而已，其他客人呢以及店员呢无人受伤这是今天发生在我们云林的新闻。为了呢买一包薯条这一包薯条呢可贵了再来呢，我们的 DINO 大大说呢，这个别唱了求你了那呢就请你不要看这一台哟，也感恩你了感恩你哦，爱看不看呢随你。那呢如果不喜欢，也要求你呢不要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
非常的直接哈，但是也很抱歉，主播本人呢就是呢随心所欲啊。如果不想要支持这个戏曲文化，那呢你就做不到哈我这个传唱的观众。那呢如果做不到了，就拜托你呢就不要上来了哈。感恩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哦。那呢也这个如果你再继续下去，就真的会被封锁了。再来，我们最后呢来听一首歌曲，我们的花椒叶以及良叶之歌。然后呢，我们要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哦。这是呢我们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啦正确没错，因为呢如果做不到这个传唱的观众朋友，以及呢你没办法呢来听这个戏曲文化的朋友呢那就没办法，那你就请你离开。因为呢本台在推这个戏曲文化你既然不支持那我也不欢迎你哦。虽然刚刚有说这个公开表扬，私下再来评判但是你有点太过分了来，再来我们来听一下花椒叶以及良叶之歌。等一下呢，我们再来来这个做这个腹式呼吸法以及感恩3件事情来做结尾哦，感恩大家。分阳光报70相寿，心不快惜无理由，为爱多做几拜寿，延绵今生乐优秀。quân tuy không cả chiến nghìn đi khờ bi hong tiếng kiên đi đã y quê ấy kia liền đi心情点的养富贵，阴端大本心小平陶地红冠变水，天梯乐观，天破衣，挂给背在一壶丹，我马一回过。感恩大家呢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也别忘记呢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也感恩我们的这个黄正上来哟，黄正说得好，感恩我们的黄正。以及呢我们的小秋说呢刚才说得好，现在唱得好听，哈哈哈，感恩我们的小秋。也感恩我们的丽华说好听哦，感恩大家。我们现在要来做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
现在呢，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再来呢，我们来观察自己的气息，不论呢是在鼻腔间、在喉腔间、在胸腔、在腹部，甚至贯穿到脚底，甚至贯穿到脑中，都让我们来做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现在呢，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我们来感恩3件事情，不论呢今天在工作当中，对待你的主管，对待你的下属，对待你的同事之间，今天呢在这个家庭当中，对待你的长辈，对待你的小朋友，对待你的兄弟姐妹，我们都来感恩3件事情。感恩的第一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感恩第二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感恩第3件事情，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也非常你今天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陪伴我们聆听，以及陪伴我们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哦，别忘记帮我们订阅，帮我们关注，帮我们按赞起来。再来呢，我们的伟成我们的师兄呢，要开始帮忙扫地咯，也感恩呢我们的怨灵说真棒，太好听了，感恩我们的怨灵。再来呢，也跟大家讲一下哦，贴心提醒一下下了哈，各位古汉电台去音的来宾您好。这个今仔暗时的节目咧，到这为止哦，请大家咧会记得吼，你随身的这个手机啊啦，这个钱袋啊啦，也还有咱的锁匙，莫袂记得走，也还有咧咱这个伟纯师兄吼，开始咧帮大家来扫涂骹，爱记得吼，请你把你的骹咧压起来，莫袂记得吼，一边压起来当中咧，一边吼来做一下运动，啊嘛，互咱这个伟纯吼，顺线咧来扫一下涂骹的哦，嘛祝福大家这个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明仔8点咧再相会，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各位雨涵电台的来宾，你们好！今晚的节目呢，到这里为止哦。跟你们提醒一下，请别忘记你的手机、钥匙以及钱包。感谢我们的伟成师兄呢，帮忙呢来做这个扫地的动作。也请大家呢这个脚抬起来，在脚抬起来的同时呢，一边来做这个伸展运动，一边呢让我们的伟成师兄呢比较好打扫哦。也祝福大家呢这个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我们明天8点再会，雨涵的广播电台。
感恩大家呢上来哦。然后我们的小秋说呢，感恩雨涵老师的用心播放欢乐，感恩我们的小秋，感恩你，掌声鼓励鼓励。然后呢，提醒大家出这个歌仔戏的戏院呢，要记得这个手机、钥匙以及钱包了哈。我们的美玲说呢，刚刚的地震呢，震央在这个宜兰的这个东方海域哦。哇，这个我的姐姐呢嫁去宜兰，所以呢，等一下呢，我下播之后呢，再来问问看她那边是不是很大的这样的地震哦。感恩大家呢上来雨涵广播电台，我们明天8点再会咯。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7字调，感恩大家。世上河顶是伟大，虽然为尊，你敢知？天地君亲属着朝拜，君在亲上的感在。在家父母对你的挺身，高贵公主犹如天上星。出家了，你对谁人尊敬？生平公主对我来爱衰明。祝福大家呢，今天都有美好的夜晚，也祝福大家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我们明天8点再会喽。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来聆听一诺打金枝的 CD 专辑。然后呢，我们的蜜蜂大大说这个糖炒咖啡榴莲蛋糕黑喜上面物件，这个你确定是能吃的东西吗？改天我去屏东的时候记得请我吃这道料理这个糖炒咖啡榴莲蛋糕这个我有点好奇一下下这是什么东西再来呢，也欢迎大家，我们明天再会咯。感恩呢我们的这个小秋，以及呢我们的伟成，还有我们的蜜蜂大大蛙贵呢，跟大家说晚安，感恩你。再来呢，也感恩我们的蛙贵，我们的管理员哦，你今天辛苦了，感恩我们的蛙贵。再来呢，我们的蜜蜂大大说在星巴克有在卖哦，真的假的？好，我再过阵子呢，我再去星巴克寻一下这个有点诡异的东西哦。再来感恩我们的这个灵感锅，我们晚安。雨涵的广播电台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别忘记上来聆听戏曲小知识，以及呢明天的天气，今天的即时新闻。我们明天8点再会咯。公主，不是，请你听我别改呀。空之时，山内无细哩，并非故意出手来打金鸡，不免用事搞大意。
你听看卖，什么条件啊？向看定顿心的你。方才是叫万不将公保剑，现在是我失的爱马头将你用。罢了，夫妻之间何必将事业争，害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强行逼我将军神礼来拜，我并非条工，将伊使，确实失手，是我不该。照做将命，夫妻才能在和爱。公主啊，今日承认这是你的错，本将永远要搁做，你又能奈我何？照片照行，我拢有照做。听你讲爱，免来啰嗦。穿着衣服，命做行，我不对你啊，对你来用情，我不了情。你甲动手甲我拍，哪有这么简单放你线？想要造反，既然互我知影，本宫就要闹甲互你背受山。我爱心头怒火起，决心将你来教死。你给我等咧，怕你唔知理，唔知义。今日请你食竹笋茶肉丝。你要做啥？我要教死你！你自首！心惊当前看对爱，大当手只看卖。想兵做事，想摇摆，定要打落兵的心地界。待到兵做万金之苦，带领阿头来面诉。哎呦，来这么疼！当着我嘛是拍金赛虎，定面相片，我当寸金。怪爱对我上殿变过了。别插嘴乱讲，咱都无空间通参详。驸马今日上该用，三打金鸡不通用。观众，你有想要看无？哇！怪爱，你太过分，两摆打我够无够？你真歹心，唔离互我走，我要亲嘴甲顶头，互你过甲我文昌。你还阁唔知悔改，想要看的，给我一摆扑啊声！观众热烈扑啊声，金财宝满大厅，三打金鸡假是你这只狐狸精，过来小心，互你着车镜。公主做事理不明，言随何人心头硬？动手假死啊，医生病，奈何nim天心无命。不怕挑衅，无将面，因为爹娘啊，望千里，风风翻边啊，冲了去，分泪去灵啊，来吃亏。
难消气，也歹北宝金寿衣，苦嘛无够找情义，面可光眼睛。